呢條應該係全網講廣州講得最詳細最啱嘅片。廣州市有11個區，佢哋都有啲咩特色？一、天河區喺1985年成立，因為區內有天河體育中心，所以叫咗呢個名。面積96.33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有224萬，係全廣州人口最年輕嘅區，平均年齡淨係得33.2歲。2023年嘅 GDP 高達6551.26億元，連續17年穩坐全市第一。天河區係廣州嘅 CBD 核心區，擁有珠江新城、天河路商圈等高端商業區，聚集咗唔少世界500強企業同金融機構。呢度唔止係廣州嘅經濟引擎，仲係文化地標，例如廣州大劇院、廣東省博物館都喺呢度。天河亦都係廣州嘅高等教育中心，全市高校最多嘅就係佢，總共有26間大學，佔晒全省50%嘅雙一流高校。天河亦都係廣州城中村人口密度最高嘅區之一，有石牌村、塘廈村等高密度巨無霸型城中村，仲有廣州第一條整體拆遷改造嘅獵德村，同埋拆咗10幾年都仲未拆完嘅冼村。區內標誌性建築包括花城廣場、東塔、西塔、石牌村等等，係廣州最有活力、最國際化，亦都最貼地、最平民化嘅地方之一。2、黃埔區最早喺1953年成立，1973年再重新設立，因為有個黃埔村而得名。2014年原本嘅蘿崗區併入咗黃埔。區域面積有484.17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22萬。2023年 GDP 達到4315.17億元，排全市第2。作為廣州工業發展嘅重要引擎，黃埔區建立起以汽車製造、電子資訊、生物醫藥為主嘅現代產業體系，匯聚咗例如廣汽、本田等龍頭企業。區內有廣州開發區、廣州國際生物島、中新廣州知識城等重大創新平台，營商環境指數連續多年排全國經開區第一。過去搞過大規模城中村改造，俾人送咗個花名叫廣州加沙嘅。區內最出名嘅歷史古蹟係黃埔軍校舊址，見證咗近代中國革命史。黃埔軍校係中國近代軍事教育嘅搖籃。近年嚟，黃埔區積極發展新一代資訊技術、人工智能等未來產業，正從傳統製造業基地逐步轉型做科技創新高地。越秀區咧喺1960年咧由原本嘅廣州市北區咧改名而嚟，因為區內有越秀山啊，所以叫呢個名。2005年咧原本嘅東山區咧併入咗越秀啦，面積得33.8平方公里，係全廣州最細嘅行政區，常住人口大約有96萬。2023年 GDP 達到3810.24億元，排全市第3，但經濟密度係全市第一。越秀區係廣州嘅政治、文化、教育核心，亦係廣東省政府所在地。呢度可以話係廣州歷史文化嘅源頭、建成嘅起點。秦始皇統一嶺南之後，喺而家嘅越秀區設立咗南海郡番禺城，成為廣州2000年都冇變過嘅城市核心。區內有五羊雕像、鎮海樓、北京路步行街、中山紀念堂等好多歷史文化遺產。作為老城區，越秀擁有獨特嘅商業文化。北京路商圈集中咗好多百年老字號，教育資源都好豐富啦，名校林立，三甲醫院又多。但由於老區街道窄，好容易塞車，街邊流浪人士都唔少。近年嚟，越秀區喺保護歷史文化嘅同時，積極轉型，重點發展總部經濟、金融服務、文化創意等現代服務業。獨特嘅人民底蘊、完善嘅城市功能同優質嘅公共服務，令越秀成為展現廣州魅力嘅重要名片。4、番禺區個名係承傳自番禺縣，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，因為當時即係今日越秀區有潘山同禺山，所以得咗個名係廣州最早嘅地名之一。1992年設縣設市，2000年又改為設區。面積有529.94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282萬，係全市人口增長最快嘅區。2023年 GDP 達到2866.95億元，
排全市第4。番禺係製造業大區，形成咗以汽車、電子設備為主嘅現代產業體系，好似廣汽傳祺呢啲知名企業都喺度起根落腳。萬博 CBD 發展得好蓬勃，廣州大學城、廣州南站都喺番禺，令呢度成為廣州重要嘅交通樞紐同人才搖籃。番禺呢亦都係廣州城中村最多嘅區，亦都係最早俾人叫做糞城嘅地方。區內咧有祈福新村、華南碧桂園、廣州亞運城等10幾個超過1000畝嘅大型屋苑。番禺咧都係美食之都喎，匯聚咗好多地道粵式美食，仲有出名嘅長隆旅遊度假區，充滿嶺南水鄉味道嘅沙灣古鎮、蓮花山、寶墨園等嘅景點。隨住地鐵建設同城市更新推進，番禺正打造一個文化旅遊、科教創新、智能製造多元融合嘅現代化新城。5. 白雲區喺1987年由原本嘅廣州市郊區改名而成，因為有白雲山而得名，面積有795.79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367萬，係全廣州人口最多嘅區。2023年 GDP 係2812.01億元，排全市第5。白雲係廣州嘅物流同電商中心，擁有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同白雲站2大交通樞紐，加埋成個區有好多物流園，成為華南地區重要嘅空陸交通樞紐。白雲山啦，亦都係著名旅遊景點之一啦，被譽為咧廣州之肺啦。白雲區咧係廣州傳統產業集中地，以皮具、化妝品、服裝等嘅聞名啊。近年，白雲積極通過科技創新同品牌升級，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。好似三元里皮具城就成為全國知名嘅皮具交易中心。而三元里村呢，唔單止係歷史上著名嘅抗英名村，仲係廣州第一條禁止電動單車入村嘅城中村。6. 海珠區喺1960年由原本嘅河南區改名而嚟，因為珠江入面有塊海珠石，寓意係海上明珠，所以叫做海珠。面積有90.4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77萬。2023年 GDP 係2720.16億元，排全市第6，係廣州經濟增長最快嘅地區之一，亦係文化創意產業中心。區內有廣州塔、大塘村、琶洲會展中心等地標建築。琶洲 CBD 做咗互聯網創新聚集區，吸引咗騰訊、小米、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進駐。華南最大嘅布料市場中大布匹市場，吸納咗大量嘅就業崗位。好多日結工專登過嚟揾工，造就咗五鳳、康樂等實力遠大過名氣嘅城中村，號稱廣州分紅最高。海珠區呢，就係老廣州俗語寧要河北一張床，唔要河南一間房入邊嘅河南，而家已經變成廣州房價最高嘅區之一。除此之外，海珠區亦都因為嶺南畫派、廣府文化而聞名，擁有中山大學、海珠濕地公園、十香園、廣州市文化館、黃埔古村等教育、自然或者文化景點。7. 南沙區喺2005年設立，名嚟自南沙村，而南沙村就因為喺番禺區南部嘅沙田區而命名，面積有783.86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97萬。2023年 GDP 達到2323.54億元，排全市第7，係廣州重點打造嘅未來副中心。作為廣州海洋經濟核心區，南沙擁有南沙港同自貿區，係粵港澳大灣區重要節點。由經濟開發區一路升級做國家級新區、自貿試驗區，仲成為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。成個區以水為脈，以山為平，以田為底，擁有天后宮、南沙濕地公園等景點，自然生態非常靚。南沙唔單止係廣州對外開放嘅重要窗口，仲係國家戰略重點承載地。由南沙港繁忙嘅航運，到自貿區政策紅利，由濕地公園嘅生態靚景，到產業園區嘅科技創新，南沙正憑住佢獨特地理優勢同發展潛力，成為廣州甚至成個大灣區嘅重要增長極。8. 花都區喺清康熙25年（1686年）建縣，原名叫花縣，因為地處花山而得名。
1993年改花縣做花都市，2000年再設市設區，面積970.04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73萬。2023年 GDP 有1801.51億元，排全市第8。花都係廣州汽車製造重鎮，產值佔全市汽車產業1/3。獅嶺鎮呢被譽為中國皮具之都，化妝品產業規模呢接近200億。傳聞話花都呢就盛產紅綠燈，幾百米就一個，等燈時間長到花都謝咗，所以叫花都。區內有洪秀全故居、資政大夫祠等景點。依託廣州白雲機場，花都大力發展空港經濟，吸引咗大量物流企業、高端製造企業入駐。空港經濟區係花都未來重點發展嘅方向，將會成為廣州北部重要增長極。9. 增城區喺漢代建縣，名字嚟自神話傳說，意思係美好嘅地方。1993年設縣設市，2014年設市設區，面積有1616.47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59萬。2023年 GDP 係1452.46億元，排全市第9。2007年被聯合國地名組織確認為千年古縣，係全國出名嘅牛仔服裝名城，同時亦都係汽車零部件生產基地。區內主打現代農業同電子資訊產業，係廣州嘅菜籃子。出名嘅農產品包括荔枝、絲苗米等等。登城掛綠荔枝響當當，係最名貴嘅品種之一。2002年曾經拍出過55萬蚊一粒。新塘鎮一帶係廣州重點打造嘅東部中心，有望變成大灣區下一個 CBD。區內著名景點有白水寨、正果路街、何仙姑景區等等。10. 荔灣區係1950年由鳳園區同黃沙區合併而成，因為區內有荔枝灣而得名。早喺東漢時期，呢度嘅荔枝已經係進貢皇帝嘅貢品，仲係朝廷送俾外國使臣嘅禮物，所以呢度俾人叫做荔枝灣風水寶地嚟。2005年芳村區併入，面積59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113萬。2023年 GDP 係1277.93億元，排全市第10。荔灣區係廣州傳統嘅老城區，老荔灣就係以前出名嘅西關，素有東山少爺、西關小姐之稱，盛產千金美女。區內充滿嶺南文化、西關味道。依家傳說係拖鞋幫最多嘅區，有上下9步行街、沙面島、13行博物館、陳家祠堂等文化景點，聚集咗好多老字號鋪頭。艇仔粥、腸粉等廣式小食響晒朵，係廣州傳統商業同文化嘅發源地同埋守護者。11. 從化區建縣於明朝弘治2年1489年，個名取遠民歸化之意，叫做從化。1994年設縣設市，2014年設市設區，面積1974.5平方公里，係廣州面積最大嘅行政區，差唔多接近深圳咁大，常住人口73萬。2023年呢 GDP 得424.48億元，排全市第11。從化俾人叫做廣州後花園，又有北回歸線明珠之稱，森林覆蓋率高達69%，有超過100個湖泊同水庫，仲被評為中國10佳綠色城市。區內以溫泉聞名，享有中國溫泉之都美譽，有流溪河森林公園、石門森林公園等靚景，係廣州重要嘅生態保護區同休閒度假地。以上就係廣州11個區嘅地道特色介紹，邊個區最啱你心水？歡迎留言講下你對邊個區最有感覺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料又好玩，記得俾個讚，順手撳個關注。之後仲有更多地道廣州、粵港城市內容等緊你，多謝收睇。